我食了我有保佑，又保佑健康又长寿哦。我两个拢要食，我老大吃又哦，吃又保佑健康又长寿哦。这整蛋，啊这个顶蛋嘛，蛋。再来啊，再兄弟啊，兄弟，啊，好多几个咯，兄弟，我哋喺头边吃嘅，来来，哦，兄弟。哦，就是咱花坛国中旁边哦，咱花坛公所甲咱的这农会甲咱中华县政府共同来举办咱今年的这个西施柚的这个品尝哦。咱拢知咱花坛所在哦，是咱西施柚上早引入的所在，所以咱的樟是属于老樟哦。那会使讲哦，芳搁甜哦，啊，搁会使互你回味哦，这。真好食吼！那这一次呢，咱的这个农会呢真用心哦，那希望讲把咱的西施柚能够呢销出去，上好吼，唔免讲搬来搬去哦，伫咱就地有法度来改这个产销，能够让它这个出去哈。那透过咱这个活动，我相信哦，会更加侪乡亲哦，甲咱的这个游客哦，拢会使尝到我们好的西施柚。你凭我们的发票就可以来换西施柚。那上重要哦，咱花坛也阁有真侪好的景点，包括咱遮是咱唯一代关庙的这个土地公伯啊，咱的阁有这个火山岩嘛是咱的古迹，同时呢咱也阁有一个茉莉花梦想馆哦，足侪所在拢带咧咱的乡亲哦来佚佗，你会使来遮品尝好吃的西施柚，阁甲咱跩景点行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不虚此行哦好食好料拢伫咱花坛。好20外公顷但是因为今年气候较了无啊好，真侪咱的果农拢讲今年的收成较无顶年啊好，但是品质呢无输着较早啦吼，所以讲咱今年的生收量无讲真侪，但是咱价销吼无提升，因为就讲为了咱的全国的民众会当食到咱花坛遮尔啊好的生收量，所以讲咱今年量的部分会较少，但是价销无较贵啦吼，所以讲品质袂歹，希望讲咱全国的所有民众会当来咱花坛品尝咱的花坛上名的生收。花坛生收。